俄羅斯突然宣布從伊朗撤僑，以色列亦都宣布本國航空公司將會協助喺外國嘅以公民回國。最重要嘅消息係美國嗰邊亦都出手，尼米茲航母編隊駛離南海向西航行。而且當地時間15號夜晚，有近30架加油機從美國本土起飛，向東跨越大西洋。不得不講，呢個起飛規模真係唔細㗎。咁你先嚟見翻一筆帳。美國 KC-135加油機最大載油量係90噸，如果其中嘅50噸俾戰鬥機加油，咁按照戰鬥機嘅油箱嚟計，KC-1351次能夠滿足12架戰鬥機嘅加油需求。當然呢一次起飛嘅加油機裏面仲有 KC-46A 加油機，呢個係美國最新服役嘅加油機，佢嘅最大載油量係96.3噸，而且輸油率遠遠超過咗 KC-135嘅每分鐘1690升，達到咗每分鐘4550升。從總數上嚟講，美國有500架各型號加油機，呢30架並唔係乜嘢大數目，但係呢個對於以色列嚟講就已經非常多啦。因為以色列呢一類空軍一共先至900架飛機，呢一啲加油機完全足夠俾戰鬥機供應燃料啦。如果真係咁嘅話，咁最後決戰嘅時刻快嚟啦，一係伊朗談判，一係以色列談話。不過有個事情好耐人尋味，前一日特朗普仲警告伊朗別惹美國，美國冇參與呢一次嘅行動，但係第二日美國就喐手啦。呢度面可能有2個原因。第一，79歲生日趕上咗250週年閱兵，必須得好好慶祝一下。但係睇咗嗰日閱兵式嘅朋友都知道，嗰日嘅氣氛並唔係勁好，稀稀拉拉嘅隊伍，漫不經心嘅同僚，遠不如會場外嗰2000幾場抗議嚟得熱鬧。第二點，內塔尼亞胡喺15號接受採訪嘅時候話，佢得到嘅情報顯示，伊朗曾經策劃咗2次針對特朗普嘅暗殺行動。而且佢話裏話外，仲提醒特朗普，美國清楚乜嘢最符合自身嘅利益。有朋友可能覺得身為一國總統，川普為呢一點事就幹仗格局有啲細咗啦。你仲真冇講佢格局本來就唔大，能夠喺50個州嘅抗議下大大方方過生日嘅人，除咗臉皮厚，仲會得低乜嘢呢？而且呢個係佢呢一世最後一次機會，以前做網紅能夠做到第一。而家當總統亦都得搞啲花樣，青史留名。咁係拋開以上呢啲因素，其實已經行到今日呢一步田地，亦都係命中注定嘅。內塔尼亞胡曾經透露，解決完伊朗，下一個就係巴基斯坦。點解係巴鐵呢？因為巴鐵有核武器，以色列講乜嘢都唔可能再容忍伊朗有核武器。唔理伊朗講咗幾多次，佢哋唔追求核武器，但係以色列唔會相信，亦都唔敢相信。再者，伊朗雖然好淡定，但係以色列咁多年嚟對伊朗嘅滲透同埋斬首行動，已經讓伊朗高層人人自危啦。以色列之所以留咗一手，係唔想將事情搞得太僵。只要最上面嘅人仲喺度，就唔會招來100%嘅怒火。況且呢個人都係個溫和嘅人，萬一俾佢整冇咗，上嚟個脾氣火爆嘅人，咁好多事情以色列都冇法開支啦。而家呢種情況完全符合以色列嘅利益需求，先喐手打你一巴掌。當你正準備還手嘅時候，以色列高喊聲慢住，對面就真能夠停落嚟等住。如此往復循環好多年，先至練就咗伊朗如今嘅忍耐力。不過多上幾次當，亦都就清醒過嚟。所以呢一次伊朗嘅決心空前嘅大，導彈一波接一波，甚至連名都按照大家嘅心意走，取咗個真實承諾。喺真實承諾系列3種有一個亮眼嘅地方，佢哋嘅指揮系統喺呢一次打擊中採用咗創新嘅方法，成功擾亂咗以色列嘅多層防禦，甚至讓以色列嘅防空系統自相攻擊。你話早咁幾好，哈馬斯喐手嘅時候，你哋亦都想，仲會付出咁慘痛嘅代價咩？呢個時候就不得不提一句話啦，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嚟。呢句說話喺75年後嘅今日依舊係真理。過去24小時，伊朗對以色列發動咗3波導彈襲擊，以色列防住咗前2波，但最後卻崩潰啦。第一波係6月15號下晝發動㗎。呢個亦都係伊朗導彈首次喺白天發動襲擊，但係好快就被以色列反導系統全部攔截咗。16日凌晨，伊朗發動第2波攻擊，大約30枚導彈出現喺海法上空，從地面拍攝到咗多次成功嘅反導攔截畫面。
反導攔截彈嘅動能戰鬥部同來襲彈喺接近卡門線嘅大氣層外圍直接碰撞，炸出一圈漂亮嘅光暈。彈道導彈同埋反導攔截彈都十分昂貴，每次咁樣嘅碰撞都價值上千萬美元。呢一波僅有一枚導彈成功突防擊中海法市區，目標可能係以色列軍工企業拉斐爾公司。16號拂曉，伊朗發動咗第3次導彈襲擊，數量約有20枚。清晨起身嘅伊朗本地人拍攝到咗壯觀嘅彈道導彈齊射場景。導彈抵達以色列嘅時候，天還未亮，但係呢一次以色列嘅防空火力出現咗明顯嘅衰減跡象，攔截率大為降低，被至少命中咗8枚。喺海法有2枚伊朗導彈成功落地，擊中咗海法煉油廠同埋發電廠，造成大火同3人失蹤。喺特拉維夫上空亦都進行咗激烈嘅攻防戰，約有4到6枚導彈命中地面。埃拉特、拉馬金特等地亦都被命中數枚，再次出現咗地面拍攝者被導彈近距離炸傷嘅視頻，呢個真係喺用命做短視頻啦。第3波襲擊已經造成咗多處社區、工廠、高層建築嘅嚴重受損，並引發火災。以色列民防部門已經喺多地展開大規模搜救。伊朗呢3日嘅襲擊亦都試探出咗以色列反導系統嘅宜機值，每日頂住前50枚來襲彈問題不大，但要攔截之後嘅超額部分以及高超音速導彈就明顯力不從心啦。所以伊朗必須保持足夠嘅攻擊密度，先至能夠收穫一啲戰果。喺內蓋夫沙漠中，一處以軍反導陣地鬧咗個烏龍。一枚導彈喺發射之後就做咗布朗運動，擊中地面，發生爆炸。而家仲唔知道呢一枚烏龍彈有冇摧毀其他地面設施。其實尋日德黑蘭嘅日子更唔好過，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已經宣布，德黑蘭而家同前幾個月嘅黎巴嫩貝魯特一個待遇。尋日，德黑蘭嘅多處目標遭到以軍導彈空襲，德黑蘭市區同埋國際機場等地冒起數股濃煙，而德黑蘭嘅防空系統完全冇起到作用。由摩薩德特工同經過訓練嘅內奸組成嘅潛伏小組，亦都紛紛被激活，用 FPV 無人機、長釘反坦克導彈、爆炸裝置等發起攻擊。伊朗革命衛隊司令部、海軍司令部、伊朗外交部同司法部大樓、警察總署等地都被命中。潛伏小組仲炸毀咗一條自來水管，造成局部內澇，甚至連革命衛隊情報部大樓亦都被炸咗，導致情報部司令同另2名副手被團滅。伊朗原子能部長證實，納坦茲地下核設施遭到空襲嚴重破壞。喺距離以色列2300公里嘅馬什哈德機場內，一架伊朗空軍嘅 KC-747加油機被摧毀，亦都疑似係本地潛伏小組用 FPV 無人機幹嘅。相比之下，以色列只係漏過咗幾枚導彈，而伊朗咁真全身都係透明嘅窟窿。據外媒6月17號消息，當地時間周日晚間，伊朗聖城庫姆嘅天空被一場突如其來嘅劇烈爆炸打破寧靜。當地民眾拍攝嘅視頻中，原本漆黑嘅夜空瞬間被火光照亮，一朵巨大嘅蘑菇形狀煙霧雲從地下緩緩升起。呢一震撼畫面迅速引發咗外界嘅強烈關注。要知道，伊朗著名嘅福爾多核設施就坐落於庫姆附近，呢一度可以係伊朗主要嘅鈾濃縮基地。據稱安裝有2140台離心機，其戰略地位不言而喻。伊朗為咗保護呢啲核設施，可謂係煞費苦心。大量核設施被深埋喺地下至少90米嘅花崗岩之下，咁樣嘅深度足以抵禦常規鑽地炸彈嘅直接轟炸。唔單止係咁，伊朗仲部署咗從俄羅斯引進嘅 S-300遠程防空導彈，為核設施構築起一道空中防線。4個入口都安排有最忠誠嘅革命衛隊日夜守衛，可謂係固若金湯。然而呢一次爆炸卻讓呢一座看似堅不可摧嘅核設施周邊陷入咗緊張氛圍，亦都讓全世界為之捏咗把汗。畢竟無論係以色列炸冧咗當地深埋地下嘅核設施，定係伊朗進行咗核爆試驗，都可能引發不可預測嘅後果。呢一次爆炸事件發生之後，啲人首先將嘅目光投向咗福爾多核設施。按照五角大樓之前嘅估計，
美國同以色列軍方裝備嘅大部分鑽地炸彈都無法穿透90米嘅岩層，例如 GBU-72炸彈只能夠炸穿36米嘅花崗岩層，面對深埋地下嘅福爾多核設施，根本無能為力。不過，美軍13.6噸重嘅 GBU-57巨型鑽地彈，卻讓人唔敢小覷。佢可摧毀至少60米岩層下嘅堅固地下設施，雖然相比福爾多核設施90米嘅深度仲有一定距離，但係考慮到美軍可能喺 GBU-57嘅數據上面留一手，因此唔排除其有炸塌福爾多核設施嘅可能性。然而呢一次爆炸大概率唔係美軍所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最新表態顯示，美國並唔願意應以色列邀請參戰，而係希望俄總統普京能夠調停伊以衝突，而且能夠投擲 GBU-57嘅 B-2轟炸機已經撤回美國本土。呢一系列嘅跡象表明，美軍喺呢一次事件中似乎並冇直接參與嘅跡象，但係呢個亦都讓以色列陷入咗尷尬境地。畢竟以色列冇裝備 GBU-57，如果呢次爆炸真係福爾多核設施，咁以色列想要達到佢嘅戰略目的，恐怕仲需要另尋科法。除咗核設施被炸嘅可能性，外界仲紛紛猜測呢一次爆炸係咪係伊朗進行咗首次核試驗？以色列方面多次表示，之所以對伊朗先發制人，就係得到可靠情報，證明伊朗正喺度加緊組裝10枚核武器，而地下核試驗確實有可能引發地震。呢一次庫姆附近發生里氏2.5級地震，自然引發咗人們嘅擔憂。但軍事分析人士指出，地震監測機構嘅數據顯示，呢一次地震嘅深度為10千米，強度為里氏2.5級，而迄今為止最深嘅地下核試驗深度亦都只有1000米，而且地震等級亦都唔似係核爆炸嘅威力。除此之外，進行地下核試驗之前要進行大量嘅準備工作，呢啲都逃唔過衛星同偵察飛機嘅眼睛。伊朗好難瞞過全世界完成地下核試驗嘅準備，而且主流觀點認為，伊朗距離擁有真正核武器尚有一段距離。目前仲未有真正掌握核力量，因此伊朗進行核試驗嘅可能性相對較細。既然排除咗地下核設施被炸同埋核試驗嘅可能性，咁庫姆嘅劇烈爆炸究竟係乜嘢引發嘅呢？目前外媒普遍猜測係庫姆北部一處伊朗革命衛隊嘅地下導彈基地遇襲，大量導彈同埋彈藥發生殉爆引發嘅爆炸。呢一猜測亦都解釋咗地震嘅等級唔夠同震源深度。如果真係導彈基地遇襲引發嘅爆炸，咁呢一次事件嘅意義就更加複雜啦。爆炸地點距離福爾多核設施只有一步之遙。外界普遍認為呢個係以色列對伊朗嘅嚴厲警告。以色列似乎喺度向伊朗傳達一個訊息：假如再唔舉手投降，就算冒住大規模核洩漏嘅風險，亦都要對伊朗核設施下狠手啦。呢個亦都反映出伊以衝突嘅緊張程度已經達到咗一個新嘅高度，雙方都喺度不斷試探對方嘅底線。